哥啊，安娜，你今仔日看起来足有钱呢。你看黄色的黄金，甲乌色的马路，哦，咱今仔日安尼规个数码味拢走出来，你甲看卖是啊，哦，哎呦，主要安尼，甲你剁掉。啥物都，咱今仔日是要来倒位啊？安尼哎，甲咱这有看起来足有钱的乌金 jewelry 啊，嘿，就是乌金嘛，乌金就是今仔日的主题。啊，讲到乌金吼，你会想到恁故乡的乌金可能是讲啥物物件？阮故乡的乌金哦哎。呀，安尼一定是控肉饭的，因为我甲你讲控肉饭哦，伊迄个卤汁一定要卤到安尼乌金啊乌金，是伊迄个色水安尼看起来才会好食款，啊嘛才会入味。迄个30年的卤汁安尼，系30年卤汁，乌金拢香香的焦汁，焦嘿看什么路线的啦，嘿看什么路线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乌金啊卤控肉饭好食哦。等等，毋是，毋是继续哟。乌金，我甲你讲乌金，彰化肉圆有无？有当时啊吼，头家生意真好，你甲钱落去，有当时袂记得客到尾，钱甲乌金啊乌金，嘛是乌金啊乌金。无头家袂记着臭火搭，因足有经验的，毋是臭火搭的肉圆，继续。啊，我甲你讲，控肉饭毋是对无？我是讲肉饭。控肉饭毋是肉圆嘛毋是对无？过来，我就无想法啦。你无想一点仔想法拢无。恁故乡的物件你拢毋知？我毋知啦。好啦，你需要救兵。咱邀请咱的朋友吼，你可能会知影。叫来宾来处理。叫来宾来处理，足久无看的老朋友蔡主。啊，蔡主来哦，哎呦喂！今仔日嘛是乌金啊乌金呢，大派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咱的配色拢同款呢。我无这啦，我无。你无这，来，这个送你啦。多谢啦。我拄送我这这哦，我买歹势啦，家己人，拢互你。啊，无伊要截肢啊，伊要截肢啊，吼，伤暗啊，迄吼。规个拢变紫色的吼。水。我来讲，啊，互你彰化人呢，那毋知影乌金是啥？啊，乌金。无你讲。你看这，是毋是敢若灵隐冠？嘿，彰化有灵隐冠。彰化吼，八卦山是毋是上出名？八卦山迄山骹，种足这灵隐树呢，你敢知影？而且吼，因阁是用迄柴烧的，传统的，所以我想讲应该，你看安尼一粒，足亲像乌金的啊，就是灵隐冠。你安尼无照你徛好啊？为什么？你来倒咱嘛？我竟然唔知影啊！你唔知影？到底是唔是？哎呦，唔知哦。啊，我真闹亏的呢。是啊，到底今仔日的乌金是啥物咧？来哦，三弟妹，你来介绍一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弟妹。虽然讲孝子哥是上好的彰化代言人，但是呢，这乌金啊实在是伤过神秘啦，所以孝子哥才会唔知呐。啊，到底这尔特别神秘的物件是啥物呢？咱今摆就来看 VCR。嘿啦，原来迄乌金就是迄丰原的乌拉甲溪州的乌米啦。啊，乌米大家一定拢有食过，啊，不过迄乌拉到底是啥物呢？就是爱来好好啊请教咱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啊。第一位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，就是饲乌拉饲甲变成结出青年的尤依华老师。哎呦，结出青老师你好，老师厝内啊，伊种迄乌拉种足久。种乌啦！哇，你这有厉害，我才无你是种乌啊，无咧种乌啦。拢咧
土内底嘛。啊，伊就是自细汉对迄拉又搁爱，啊又搁交怨恨呐。啊，对，因为伤烦呐。啊，因为一场迄 COVID-19，伊姑母 COVID-19 啊，COVID-19，到年你还讲90哦，你严重啊咯。COVID-19，伊姑母二种都转去故乡啊。啊，伊就甲迄关大的放去边啊，转去故乡摕迄水鸡装清起来，啊，愈清愈水，就甲伊迄厝内的事业愈做愈好。啊，伊讲这一切拢爱感谢观音妈呢。哦，是安怎要感谢观音妈呢？是因为观音妈拢比 OK 吗？OK 啦。OK 啦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咱今仔就好好来听老师的故事。老师，请坐。欢迎。刷来要来欢迎第2位的导览先生，就是咱农村的好青年林嘉佑老师。哎呦，这三个是传说中的垃圾啊！哦，嘉佑老师，你看起来真过瘾诶。是。嘿，啊，伊老师自细汉就伫迄农村大汉。啊，你对伊迄这片土地啊，有足这土地，互伊足大的快乐啊！啊了大汉了，才发现讲，溪州有足侪足好的农产品，看大家拢唔知啦，哪会使唔知？都毋是迄摆起的号码，搁惊人知。所以老师就开始替溪州的乌米做品牌，办活动啊，拼名声，啊，就甲溪州的乌米愈做愈好啦。哪会遐牛啦？老师请坐。欢迎。哦。阿佑啊，你今仔日派这个是牛壳的哦。是啊，牛壳片，牛壳片，牛的脚才拼，牛壳片就是较早片的片。嘿，这就是伫咱农业社会最重要一个角色。就是咱落雨的时阵，也是天气伤热，咱农民迄阵民国50、60年代，会甲咱这个物件摕出来咱的产能，蔬菜草较袂遐热。落雨天嘛，较袂去淋着雨。哦，热人伊会使食日头，啊若寒，伊若是落雨的时阵，迄个雨伊就袂压着。敢若雨伞，看起来就重呢。就轻轻啊尔啦。轻轻嘿啊，因为较早农民拢较勇，你知？哦，你去看，你去看。我哟，对。我派。来，来看卖啊！来，胶棒。系，牛壳片，牛壳片是较早片的片，嘿，牛壳片。所以你若是咧种田的时阵咧安尼嘛，爱哭了，哦，赊草。你哇哦，我有种兴趣，就大嘞，你是鬼，哇，袂使摸，保育类，保育类，台湾敢若一只尔，绝种。这8年这灵性就悬的呢，就有灵性的，一个来看吧，这就有灵性的。对啊，过来，来，这有灵性歌。啊，无是怎个？歹势，你咧抬起来，那自动变牛啊！就像呢，一种冲动就变牛真正呢。袂动哦，真正袂动这袂动，这轻轻啊尔，你轻啊看，这你拍看，啊就安尼轻轻啊尔有无？你是哪只？哎，爱尊重，这是历史。这是古董诶，你讲50、60年嘛，民国50、60年代拢会这家户拢会用到物件。哦，这即摆找无啊啦，足少诶，我拢收藏这个老物件。哦，这你收藏诶，爱保留落来啊。哇！哎，伊虽然是少年家，但是一个老灵魂呢。是哦。溪州咧对。嗨，安娜，你叫成阿舅的嗨。我着阿舅，真正的吼，中华我是去足侪摆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出外景哦，定定拢去找迄好食的物件嘛。啊，毋过吼，定定甲迄溪州绕沟去。因为听到溪州，就想讲啊，溪州是有啥物好食的？你敢想有着？那去溪州讲啊，无我过落水溪来分林遐。你在咧中华中南部我过落分林，但是溪州我虽然大家毋捌去过，毋捌听过，但是有一个吼，足性格即个歌手，溪州人。足性格。
是你吗？唔是，应该我电话是。甲我的悲伤留家己。陈升大哎，哥吗？真个溪州人。溪州人，对对对。哇哎哦，无怪就有开口的啊。会靠真是好。啊，这边溪州刷来阮中华的风苑。红丸，风苑我会记你是风苑海牛嘛。海牛啊，个大家想到王景啦，嘿鹅啊，鹅啊嘿，嘿，啊，风苑也有迄个乸有蛤蟆，蛤嘿，蟆，啊嘛有啦，有蛤蟆个乸，嘿，乸是正水的。嘿，大家印象中是正水，啊，毋过咱今仔要介绍的是咸水的，咸水的啦。嘿，咱嘛会当饲咸是水，半咸正还是全咸？半咸正半咸正嘿嘛，哦，啊，蛤蟆是咸水的嘛，嘿，蛤蟆嘛是半咸正，嘛是半咸正。嘿，咱中华咱云林遮拢是饲半咸正的，竟然我唔知是影，啊风苑有这个物件呢。嘿，啊，无咱今仔日对10大杰出青年来对啊来去风苑，好不好？来。咱请你的刷弟妹甲咱的即个咸辣扛出来，哎呦乌辣嘛是见乌3分饱嘛，乌辣的营养是比黄的辣的营养悬3到7倍。哦，你爱食呢，你的面色拢乌乌呢，你爱补一个呢。这我若啉一碗吼，红酒才会啉3支呢。嘿这咧改偌紧呢？你敢知影这粒细粒的辣爱饲偌久？2个月可能比你的增加搁较细。哈，这粒爱饲1年。啊一年，啊，毋过你敢知影咱咧烧日本的辣饲偌久？半年。半年。嘿，你有去日本啉过日本的味噌汤无？内底有一粒细粒的。足细，迄就是哦。对。啊，无咱今仔日对10大杰出青年来去对啊来去风苑，好不好？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怡华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咱风苑乌拉的故事。哎，来去风苑。即摆看到的啊，这张地图啊，就是风苑。大家头拄有听到嘛？想到风苑啊，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王景，想到王景就会想到海牛，会想到蚵仔。啊，毋过大家毋知影，其实咱风苑遮啊，佫有一个所在叫做汉堡，汉堡川。伊是伫咧风苑王景川的边啊，嘛是我的故乡。伫咧汉堡这个所在啊，因为啊，咱这个落水溪的关系啦，佮有咱遮就是外海，所以有一个汉堡的浪产。嘛，因为安尼的关系啊，互咱遮啊有一个足丰富会当去饲拉甲蛤蟆的所在。后一张，即摆你看到这个所在，就是我的故乡，嘛是汉堡。一个，其实伊拢是咱讲的窟仔、鱼温仔，内底拢是饲蛤蟆。互你要看卖饲蛤蟆嘿，互你要看卖一窟是偌大？100公尺。阮是拢讲一架啦，一架地，一个细细角角安尼，长长的，长了的，就是讲一个差不多拢是一架地。哇，足大。啊，你即摆看到有风机的所在啊，就是咱的即个海岸线，已经是海啊，海的对100啊，所以咱就是伫咧西滨上外海的所在。哦，对对对。古早的时阵啊，阮阿公迄个时代，拢是吼，甲咱的去外海遮去掠即种阮讲野生的叫做乌沙。嘿，乌沙是啥物？其实就是野生的蛤蟆仔。嘿，啊，甲这乌沙啊掠去卖吼，可能南部的人去饲蛤蟆。啊，旧来人就想讲吼，咱遮既然家己出产乌沙，咱乃毋是家己摕起来种，家己摕起来饲，咱是摕去卖人。所以呢，咱就甲遮咧种的即寡田吼，拢改造入排水，开始饲蛤蟆。故事就是安尼来的。所以较早这的田拢是种稻啊。对，古早阮阿公佫有咧种植的，落尾才改落饲的，饲蛤蟆。因为这赚较济。因为乌金吗？乌金吗？啊，袂讲到乌金的故事，因为这应该讲安尼，这较适合啦。咱遮拄啊好有知影，咱佫有所在，咱就应该当落去饲。对。啊，因为阮遮其实阮遮佫一个地名叫做海尾，风头水尾，所以其实遮要种植嘛有困难。所以阮落去饲蛤蟆了后，转发现头拄仔咱有讲嘛半咸正，因为咱中华甲云林即个位啊有地下水，所以咱会当落去饲海水甲咸水的。半咸正的蛤蟆，饲出来啊嘛比纯海水的咱来讲啊，会讲搁较甜，搁较好食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的关系，咱才有法度落去饲乌拉。
为什么呢？第二个就是要讲咱的主角乌拉。哎呦，你即摆看到即粒安尼乌乌啊，真正是乌色的哦，伊毋是讲啥物饲伫烂土内底嘛，毋是讲啥物臭水沟啊乌出来哦。一开始啊，我摕这乌拉去咧甲大家宣传的时阵啊，足侪阿姨甲我讲吼，啊，我细汉的时阵看足侪啊。我想讲哪有可能？大家敢知影即个拉是对倒来？你拿市场啊？是啊，市场啥物都有吧？即个拉是对日本来的，伊是日本种。嘿，日本的乌拉，咱台湾是无乌拉的，所以我讲，阿姨啊，哪有可能你细汉捌看过？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吼，因讲的是咱看后一张，因咧讲的是即个黄色的即个拉，是即个黄拉。这是啥物？黄金线，对，嘛是因较早细汉的时阵咧讲的即个拉，因为吼。你捌听过一句话无？摸拉兼洗裤。对。就是讲古早的时阵，大家去溪边咧洗衫，啊手摸落拄好摸到拉。为虾米？因为是伫咧正水咧洗衫，对，正水。啊，正水饲即个拉，你的迄个土，也是讲迄个膏，若较无遐尼清的啦，有土的，伊饲出来就乌乌青青。啊，所以有的人当做讲这乌拉，就是讲饲较歹的拉，叫做乌拉。其实毋是，伊是完全无共品种的，伊是饲伫半咸正，伊是饲伫正水。啊，所以即个乌拉就是因为我头仔讲的，咱中华遮即个所在半咸正的即个环境，所以日本人伫10年前啊，讲伊有嘛乌拉，看咱台湾要来饲看卖啊的时阵，咱落去饲才有法度成功，就是因为即个所在。所以你这水要半咸正，等于讲你爱饮边仔的海水，搁爱饮山顶的即个无山，是涂骹的，地下水安尼，对甲地下水，对，落去透，落去透，所以像咱讲盐度，海水的盐度是3度，咱即个半咸正的即个拉拢饲甲头度半，度半，一半，嘿，度半，一度半，用安尼的方式落去饲即个乌拉，所以伊饲起来才会搁甜，搁好食。啊，我有问题，咱若是哦讲着鸡肉、乌骨鸡较补，啊乌的拉有较补吗？内行，乌拉嘛是见乌3分饱嘛，乌拉的营养是比黄的拉的营养，照人咧讲的啦，是讲悬3到7倍。甘糖，因为食拉就是过关嘛，所以伊甘糖甲伊的氨基酸拢比黄的拉。你爱食呢，你的面色拢乌乌呢，你爱多食呢。这我若啉一碗吼，红酒才会啉3支呢，这个解偌紧呢？内行，因为拉个有解酒嘛。啊，即摆这看到这是啥？就是配酒的小菜。咱请你的沙弟妹甲咱的这个咸拉捧出来。来，哎呦，请食咸拉。特殊的吼，咱毋是用黄的拉落去生的哦，咱用咱的乌拉落去做的。为虾米？因为咱一开始咧推广这个乌拉的时阵啊，足侪人诶想讲啊拉会当做虾米料理，乌嘛毋知要煮啥。阮就想讲吼，大家想到拉，其实拢想到咸拉。咱嘛家己做这个台湾的口味，互大家搁较紧会当搁较去了解讲，这个物件愿意去试。阿姨，那会遮细粒，你嘛摕较大粒？你讲到一个重点嘛哦，你敢知影这粒细粒的拉爱饲偌久？差不多上无爱2个月。2个月哦。2个月可能比你的增加搁较细。哈？这粒爱饲1年。爱1年？这个爱1年。这粒爱1年。但是我爸开吼，伊足8年的呢。因为吼，咱拢是选上肥的时阵的上肥的拉落去饲的，落去做咸拉的。有8年无，甲伊有大细粒是无关系。伊有可能细粒只问题伊内底足饱的，伊嘛有可能足大粒的内底肉一丝啊，这是甲季节有关系。会足甜的呢。恁即马食着拉，恁敢知影拉安怎厉害？我唔知啊，用蒙的，用蒙的吼，你讲蒙拉咸水裤的无？袂知吼，咱来看一下影片。好，你即摆看到啊，这个拉就是讲吼，咱头仔伫水内底一糊土，咱安尼用水落去甲伊切，因为拉是倒在土内底，咱用这台叫做拉机，安尼用这个长长的叫做强力水柱啦，咱甲拉规糊土钻出来，伫这个网仔内底，伊伫网仔内底咧水，剩拉，土就落落嘛，剩拉，咱再搁甲拉放在这个网内底，用安尼有无伊安尼规包落是拉，再搁甲伊倒出来就变做乌拉咯。一定爱手工哦。这步一定爱是人，因为你用机器水无够清气。嘿，啊，咱就是安尼落去做，有无切的。啊，切起来了，咱起来到饭顶啊，再搁由咱的这寡阿姨，咱都一个甲伊铺过，去确定讲内底的品质。所以咱拄则迄张相片内底看到迄个拉蚕，伊逐窟就是安尼。对，就是水面就是干那水。啊，水拢遮深。水差不多咱讲3尺。
三笑甲杜在，甲巴肚嘿，甲杜在，三笑水，啊，才搁起来安尼浮过，互咱的拉安尼一粒一粒，才会当落去市场。啊，所以你看到，其实这是一个足辛苦的行业啦。为虾米呢？咱若讲种植，你目睭看有嘛？哎，这个水果会当收成啊无？还是讲大细粒？拉是逐工爱落去摸的，逐工爱落去看。哎，即马偌大粒啊？即马会收成无？内底有巴林无？对，这就是足辛苦的所在。咱头拄仔恁头仔问到一个重点，恁食的迄粒拉，可能是即种一粒，伊就是爱饲1年。若搁较大粒的这，爱饲到2年至3年。哇！啊，毋过恁敢知影，咱咧烧日本的拉饲偌久小日本的应该要品质较好，2年的吧？2年的吼，毋对5年，毋对，哇，还变哪家呢？半年。半年，嘿，为虾米？恁有去日本啉过日本的味噌汤无？内底有一粒一粒细粒的。足细，迄就是哦。对，迄就是乌拉。迄差不多安尼呢。对，足细足细，就比你的情价搁较细。爱食啥？无肉。因就是敢若食迄个味，啉迄个汤。里面的鸡多，嘿，因为吼，这是日本的品种嘛，日本人因就是想要食即个。啊，毋过咱伫台湾啊，饲到即个寸草，咱要问台湾人买的时阵，发现讲大家拢无想要食。台湾人你问伊要食这细粒的，但无人买。阮着愈饲愈大，才发现讲，原来较大粒的人才买。所以就变做讲，日本是高细粒的，台湾是高大粒的。拄好是文化的差别。毋过我伫台湾真正足少看到乌拉呢，迄市面中嘛无啊，市场嘛无啊。你知影为虾米吗？伤少吗？毋是，这个色水，这个色水大家较无啊。其实吼，这是一个重点。人看乌，有的人讲歪，像乌人要黄金的。搁一个问题是啥？你知无？是因为啊，一开始10年前，咱咧饲这拉的时阵，乌拉是规批拢销日本的，这个物件根本就袂入去到台湾。啊，为虾米即摆会开始推广？为虾米即摆会有乌拉呢？其实就是头拄仔山猪毛伊讲的，因为 COVID-19，日本日票即摆嘛无价嘛，日票即摆落甲足价嘛，所以日本伊即摆无法度卖即个。就是无法度用原本的价钱来卖即个拉，所以拉就变做讲外销变做滞销，所以咱才定心伫台湾家推广，因为遮好的物件，伊毋是因为品质的问题，伊是因为环境的因素嘛，所以咱定心来家推广，咱即摆才甲拉互台湾，所以头拄仔我讲的，为虾米要饲到遮大粒才互台湾？就是咱饲大粒，才发现讲，台湾人更较爱大粒的，拄啊好下台湾人的口味。因为伊咧饲养无简单，咱拢是用安尼无添加的方式，所以咱嘛足无简单摕到咱即个有机的认证。咱是台湾对伊个有机的蛤蟆甲有机的拉的认证，嘛摕到后一张。所以啊，咱摕到即个有机的认证了，咱嘛搁登去甲日本做展览。这是我7月的时阵去大阪的时阵去做推广啦，就是讲希望互咱台湾做甲有机认证的即个拉甲蛤蟆，会当搁定心行出去。国际，互大家看到台湾最厉害即个饲养的实力。系啊，以上是我的介绍。哇，精彩！你是上正边的咧？这个。哦，你这张迄了足水的呢。小图有小图啦。小图啊！今仔日才知影，阮中华即个红丸即个汉堡，伊无咧卖汉堡，你是咧乌拉，卖乌拉，而且佫卖到日本去，安尼遮尔厉害着。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啊，佫得到10大杰出青年，厉害。算是对伊个戏面着即个奖啦，所以嘛是真欢喜，因为讲咱。拍拼咧做咱讲一级产业的物件，做甲会互大家认可，嘛是一个感觉讲就足欢喜的。水，安尼红安的故事听了后，要来溪州佚佗啊，吼。好，水啊，麻烦你，谢谢。咱这乌米芳是青米，落去甲吹好熟。这就行。小辉哥，智慧贵，真的。膳食纤维，伊是白米的25倍。哇，一碗乌米饭就足够它本身的这一些蔬菜水果。啊，唔免配菜呢，连菜钱拢剩起来。你以后你的便当内底就有饭。干那饭尔，我做啥物事的？咱的原生种乌米伊较野性。但是伊食起来伊开口足香的。食的人敢会变较野性。伊拢野性，You are what you eat。Mr.
要来溪州佚佗啊，吼。好，好，水哦麻烦你，谢谢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来自彰化溪州，我叫做林嘉佑，即马要带大家来去咱的溪州。溪州这个所在是伫咱彰化的上南边面，伊这条溪叫做咱的罗水溪，伊有绕过咱的溪州。这条溪内底伊有浊水溪嘛，罗水溪，所以伊内底有足侪咱的土甲沙。这个水是伫咱的山顶合欢山流来这个水，经过咱这个土甲沙来流到咱的溪州，所以咱这个地名较早合做有一个沙洲，演变到即马叫做溪州。溪州这个所在，阮种的是乌米，嘿，带大家来看咱的 VCR。哦，这土个乌的啊，哦诶，见乌土乌金。咱的乌米就是种的咱这个所在，你看到伊的土质非常的黏，非常的酸，所以伊内底有真丰富的矿物质，甲咱的微量元素，伫咱的乌米田当中种落咱这个溪洲，所以伊出来迄个水稻，伊的营养分甲迄个稻种特别勇。咱来看这张图，恁敢看会出来这是啥物？稻啊，对啊，乌米。有人咧问讲，乌米甲紫米有啥物无共款？黑色甲紫色。紫色的对，这最淡薄无颜色无共款。对，其实伊这是品种无共款。无共哦。紫米伊属于糯米的一种，所以咱的紫米就是咱一般市面上看到的，咱的饭圆啊，拢看到的是咱的紫米。乌米伊是属于糙米的一种，所以伊食咱平时咱就是爱健康嘛，所以咱会开始食咱的糙米。所以糙米咱逐顿拢会使食，迄拢无问题。哦，一个是米，一个是紫米安尼哦。对，一个是紫米，一个是糙米安尼。你拢看会出来，这个是咱的乌米，咱掰开外口迄条切啊掰开了，内底就是乌米。乌米生做安尼。咱的乌米是啥物品种？咱的彰化溪州种的乌米是原生种，原生种的乌米。原生种就是讲，伊自较早都有这种米伫咧迄个所在。嘿，原生种。全世界台湾有尔。阮家己扣种，这个敢若选基因共款。咱的米特别大丛，穗特别较大穗，咱会甲种扣出来，甲咱人有较悬的，就是甲较悬的人做伙，较水的人做伙。安尼。较乌的做伙。就愈来愈黑。较乌的做伙，就是甲咱的种扣起来。对，咱呢食乌米伊的好处呢，就是讲咱的一碗乌米饭内底有膳食纤维，伊是白米的25倍。哦，哇，一碗乌米饭的膳食纤维。伊的花青素等于是咱的200粒的樱桃，甲200粒的奇异果，甲500粒的葡萄。哇，好，咱后一张。咱的乌米饭，一般咱即马开始讲求咱的健康嘛。对。乌米饭伊除了会使做咱的低卡餐，即马拢用到咱的乌米饭。是。以外，我阁有甲咱的乌米来家做咱的食品，咱的爆米香。爆米香来啊！爆米香来啊！爆乌米香。嘿，这爆过啊！这就行。芝麻酥，食火锅诶，食智慧哥哦，智慧哥，真的，是。咱这乌米香安怎做的？你敢知？咱这乌米香是青米，用咱的青米落去甲吹好熟，吹好熟了，搁个日晒了，搁落制作。伊的好处是啥物？伊食起伊逐粒米拢特别足酥的，因为已经酥化。所以你即马食到这是乌米本身迄个香味甲迄个开口。哦，真正有够香。真的，这个是天然，足天然的，乌米迄个香味。迄制度嘛有，迄个酥度嘛有。对。足香啦，足香。对。再等。咱后一张。咱乌米，足侪人会问讲，咱乌米是免怎煮的？咱有一个特殊的做法，就是甲乌米外口迄层膜啊，
乌色迄定啊，做花青素，阮用特别甲处理过，就是用咱的技术甲伊稍微甲伊萃取出来。啊，落去电锅落去煮的时阵，它可以黑米跟水快速溶于水当中，互咱的米粒特别的饱满，煮起来特别较好食、较 Q 安尼。啊，刷来咱挂来迄个膜啊，就是花青素，咱无甲浪费掉，咱搁甲伊做其他的产品，请咱的山猪妹捧出来。这茶，我大即马食茶。变乌米茶，咱的乌米茶，这乌米茶啉了变乌米啉，这是上天然的花青素。对嘛？嘿，上天然，它最天然的抗氧化，我啉起来足顺的。嘿，甘甘的，敢若麦仔茶啦，毋过迄味无遐重。哎，天然那个米的香味。胖胖的安尼。淡薄仔点点啊。哎，这一年四季拢会使啉吗？对啊，那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啊。哦，烧的、冷的拢会使。啊，我是来拢泡烧的啦。哦。嘿，泡烧的较健康安尼。足侪人会问讲，咱的乌米是毋是染色的？收高工吧。哎，收高工，因为根本袂好，你知无？乌米伊是天然的花青素嘛，所以咱的煮米的当中，咱的水甲米蓝、甲乌米蓝做伙落去洗的时阵，伊出来伊的水。就是水溶性的花青素，伊会甲水变做溶解在一起，啊，水出来是乌色，迄是正常的现象，对。啊，人足侪人会问讲，咱乌米到底是要安怎煮？咱的乌米一般若食全素的人，因会煮清乌的，因为一碗乌米饭，它里面的膳食纤维跟咱这的微量元素，就足够它本身的这一些蔬菜水果。哦，伊的花青素就多。花青素啊，矿物质嘛，矿物质特别的丰富。你的意思就是讲，食乌米无一定爱配菜，伊迄个就会使啊。啊，你搁蒸一粒卵啦，搁蒸一粒卵，嘛是爱蛋白质啦。嘿，对。啊，免配菜呢，连菜钱拢省起来。迄是超级食物呢。安尼才厉害。你以后你的便当内底种饭。干那饭尔，我做啥物事的？我食白米好。无啊，是讲乌米遮尔好，哪大家拢食白米？因为单价伊嘛较悬一chút啊，因为它的产量比较低。一般咱的白米啊，它播种的时候它是播6寸，啊，阮的乌米播8寸。就是距离较开安尼。哦，产量较少。嘿，产量较少，啊，因为啥要安尼做？因为伊通风较好，啊，搁加上咱种咱的落水溪，咱的风嘛较大，所以较无病虫害。哦，是安尼。安尼啊，一年有几收啊？一年就是共阮2收安尼。2收哦。你敢袂破病？伊嘛会破病啊。嘿啊，所以咱选到的就是咱的原生种乌米，伊较野性，野性比较多这样子，佮咱的山野共款。咱的土芒果足野性的，但是伊食起来伊开口足香的，足天然的。啊，你若食乌米，啊，食的人敢会变较野性，较健康。我食乌米的，较健康啊。规个拢野性的。有啊，我有耶。我无这应该有道理吧？是吧？那是会，你的便当内底拢食这就好。是，后一咱看咱的。这边就是，这本身是我加油，我本身的收藏啊。啊，咱即马看到的，头拄看到是咱的绿桶，啊，即马看到小朋友在操作的，就是咱的红果。哦。啊，为什么我要甲这个物件保留掉的？因为我感觉我是农村大汉的囡仔，啊，我感觉咱的农村其实即摆囡仔拢无通啊去。接触到这个农村的生活，我感觉足可惜。啊，我感觉我就是有这个任务吧，把这个农村的物件甲保留了的，留落来，啊，甲咱的做咱的食农教育，互即摆囡仔知影讲，咱较早民国50、60年代，迄时阵的稻啊是足歹种、足辛苦的。是。嘿，啊，一粒稻啊，一穗稻啊，要成长甲变一碗饭，要经过120工。所以真辛苦，咱爱珍惜一碗饭。以上，是阮细汉的时阵，拢有读过迄“粒粒皆辛苦，汗滴禾下土”。啊，毋过即摆小朋友真正拢毋知影米是安尼，一粒仔一粒仔遮尔辛苦来的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的演讲。多啦。以上是我的多啦。
阿幼啊吼，就故意。嘿，足故意的，这是为咱即个农家出来的。是。啊，伊规人足朴实嘛，足老实的安尼是。但是就是讲咱即摆即个现代化，逐个囡仔伊咧讲啊，即摆逐个囡仔拢是安尼看即个电脑安尼。啊，你的米喂对出来，就是喂电脑出来，点点的点点，伊就叮咚，米就来啊，就安尼嘿，差不多20分钟。但是伊这米吼，为咗一粒迄种子安尼啊，较大汉，爱120工，嘿，这真正爱保留这个风果，这个老物件。是。咱这个年代囡仔才知影，这有偌辛苦，才会使食到一粒米，是啊。绝对袂使讨济。好啦，无道理好啦。跟你紧哦，真紧，就决定啦。哎，大家较辛苦咧，大家爱饲一档呢，对啊，一档2呢，收呢，阮是一档1收呢。啊，斗你。你刚刚你是天秤座，无啊，就拢阮中华的啊。哦，拢是乡亲。拢乡亲啦，拢家己乡亲。无啦，一定有加分嘛。嘿啦，啊，这两边的故事拢遮好听着，啊，这边甲这边拢是肉，迄是要叫孝子哥要安怎选？好佳在，老师有早加分题，啊，咱即马就准备要来出菜啊哦，行。水。啊，甜米糕哦，上重要是爱浸着咱的黑米酒。黑米酒，哦有啊，有酒味啊吼。阿嬷造出来啊。阿嬷的味。我嘛有传这厉害的物件。哦，这个变啥棒我看无啥有呢。咱要来变魔术，来哦，来哦。也开无？真正看伊开花，哪只着？传说中的哪只就是安尼啦。这赞！来自中华黄金的对决，两强相害，一球一上来，开票！啊！啊，咱即马就准备要来出菜啊哦，行。水，加阮提上佳。吼，哎呦，这粒鸡卵糕哪会遮水啦？甜米糕，啊，甜米糕，嘿甜米糕，糕哦，我拄只，啊，就是拄只迄乌米。嘿，乌米啊，乌米落去做的。哎，真正比迄紫米较乌呢。啊，因来安尼遮金嘛，乌金真正乌金就是讲这啦。对，伊这乌金无。嗯，嘿，啊，伊这甜米糕的做法就是咱的2颗乌米，啊淋着2颗的迄个糯米，嘿，落去做。哦，乌米搁南薯米，乌米搁淋薯米，嘿啊内底有营养肝，啊咱的营养肝上重要是营养肝爱浸着咱的黑米酒，黑米酒，啊甲落去做这个甜米糕安尼。甜米糕，哎呦喂，哦，哇，就有口感的就 Q ，Q 呢。 Q 的，而包括有一个且香气，迄香气啊，敢若会食会着迄米的皮的感觉，因为糙米嘛，迄皮拢搁伫的吼。我想着讲，细汉时阵食迄罐头迄八宝梅，哦，有啊，我们毋过这八宝粥啦，系啊，八宝粥。迄个气味用了足成的，诶，哦，有啊，有酒味啊吼。阿嬷造出来，阿嬷的味，阿嬷的味造出来，有，嘿，就当那会甜甜啊，到尾还有酒香，诶，这个感觉足奇怪的组合呢，啊，敢袂是？阿嬷的味道，组团的阿嬷的味是这样，哇，乌米叫的，乌米叫的，纯乌米落去叫，啊这存放伫咱的5年啦，从我5年哦，咱的5年。迄个阿嬷的眠床卡无？阿妹的面灯卡，为着这节目我甲你出啊，这敢有40度？差不多哦。真假？安尼，我刚才讲的，我就讲要甲卸掉咧。非常的顺，嘿啊，这真六酒呢。非常的顺哦，非常的顺哎呀。你先评看卖啊，先评看卖啊。哇，你家己做，家己收。啥物家己收？你笑掉。哦，先大杯，先大杯。这用片就烧酒醉啊！你是咧？唔好先大杯，慢慢存心济。哎呦，就你要甲姐姐40度，就干的呢。好啉。落去哪有化掉有无？有香。这真正吼有客5年啊！无你若这种酒吼拄啊结出来的时阵，伊一定
足咸的，咸甲拿熬，规个清起来，清起来啊，底下烧拿熬，烧拿熬，但是这真正袂，这就是顺这真的，正客顺观。的。个香。佫会使庆米糕，哎呦，哦，阿嬷谢谢哈，阿嬷谢谢，阿嬷谢谢，哦，这赞这赞。哎呦，目前这个敢若分数不哩啊悬哦，不哩啊悬哦。嘿，啊，老师你咧？我嘛有传这厉害的物件。哎，哦，啥物物件？技能。哦，这样就行还有技能这个物件。这不是天能，这是啥物？这是乌拉。而且你望看伊是啥物？伊有温度无？伊是常温的。上温的，就是不是冰的啦不是冰的，不唔免冰，嘿，会当客一年。哦。所以这是哪会客都当客一年，骗鬼你袂食水，你敢食？我唔敢食。袂使，今仔就是爱叫大家来试看卖啊，大家做一个见证。好，安尼哦，嘿，你莫乱呢。我试互你看，你有闻到足芳的味无？无，我敢听酒味啊，酒味在当。有一个味，汤的味。鸡汤，嘿海产的味。嘿，这是无拉的鸡汤。哦，这招厉害，这招我知，这招叫偷工减料。对无？无拉的鸡汤。可能是山东即时。哎，就是要互大家食山珍海味。我甲大家教这个常温的这个拉咩用？爱先去煮，免煮，免煮，要青食。嘛免透刷，透刷免哦因为伊已经熟啊，直接放开。熟啊的乌拉，色啊，应该会拍开啊。所以咱家己封掉的，啊，即马佮家己开开哦。哦，爱放两包票，拢好，放弄好了，你变啥办？我看无啥有呢。咱要来变魔术，山东即时嘛。那哪唔该倒落鸡汤啊，做伙滚啊，即摆要甲你客遐。毋是先变魔术，互你看，再佮家加入去。咱即马要来家变魔术，变魔术开啊！好，甲讲有能力，卖你即摆这是啥货？这是烧水，烧水。嘿，你要甲客入去这篮内底。嘿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看哦，看哦，伊会开无？真正而且烧水开始变落去。跟那看伊开花拉正着。传说中的拉正就是安尼啦，开花变魔术。哎，开了，有无？浸着烧水就拢开了。浸烧水就变色啊。啊，你会使直接啉吗？哎，伊就是一碗小小的拉汤。拉汤，这是拉筋啊。拉筋。哦，哇，精华拢伫内底，啊，伊拢开啊，对无？嘿，咱即马就应该加入去咱的，不管你的什么料理内底啊。哦，什么料理？有人想要先啉看拉汤吗？耗子哥需要，伊爱报警，伊身体无好。你确定这会使？你紧啉看啉看卖卖，我就好奇的。我搁一摆煮钱，我再搁三招。肉散好，肉散我 carry。哎，就是拉汤嘛。无歹呢，哎呀，无歹啦，无歹呢。这个物件搁烧到日本去的。我都烧到日本，对你这个品质有厉害啊。因为咱是安怎要做安尼，你知无？是安怎因为吼，我想无咱蛤蟆甲拉的物件是其实规年拢有产，问题伊有季节性。哎，比如说热天的时阵，即种蛤蟆甲拉的物件就较会歹去，还是会臭去嘛。啊是讲风台来伊就死啊，咱讲爱饲一年，你若拄着一个风台。迄年就无收成啊，所以咱一直想办法，想要甲即个物件保存落来。伫遐伊上肥的时阵，所以你看伊肉拢做肥的，咱就是伫咧即种春天，蛤蟆上肥、拉上肥的时阵，咱甲伊保存落来，咱就会当用一年。热天的时阵，咱嘛免烦恼讲啊，拉因为太风台啊，还还是是有看到无？弯。嘿，而且这是无添加的哦，这是干那用即个包装的技术。这食看卖，袂要紧，免管。换你啊，讲一摆。有甜味无？嗯，真正是熟的呢。佮有拉的甜。佮有拉丁，佮有迄肉的感觉，嘿，QQ 的。啊，老师啊，咱鸡汤拢爱啉去啊。咱来去加味，就是一碗拉鸡汤啊，有无弄开啊？安尼有高级啊！哦，你这个技术厉害呢。安尼酱酱啊，来。来，我来。拉鸡汤啦，拉鸡汤。安尼一年四季拢啉会着呢。对。啊，若阮即种吼下班啊，时间足晚的，啊，当然佫想要啉只烧汤，啊，你著甲拍开，啊，倒咧碗内底，啊，烧水甲呛落，
就是我烧的啦，汤，这想要哭呢，你知道？哎呀，因为阮某拢较早困啊，我家己买较袂晓煮。我无咧抱怨，你卖哦，不然我调。就赞呢。哦，这个去味赞。哎，哦，这个去味赞是。不是山珍海味？哦，这有虾，这有虾。哎呦喂，哎呦。所以咱今仔是鸡汤啦，你若意大利面是不是嘛会当家己揽了？就是最后料理的最后一步。啊，哦，你这技术，你个面吐沙，你这技术太厉害了。哦。若是吼，定定食泡面有无？哦，泡面嘛会当揽嘛了。泡面无啥物营养，掺落去嘛袂哎歹。呦。过你感关。觉啥款？你的对手，嘛足强呢，我敢烧酒先互打。这马上头的，我来试过，我来试过。真串气啊！乌米，真串气，乌真串气。米，甲乌啦掺做伙呢。哎哦，这赞。哦，这两个斗做伙，你两个合作啦，合作。手牵手合作。这合作，这合作。免投票啊？是不是免投票啊？这我感觉投票上感情啦，手机啊摕出来，来，手机啊摕出来。这歹投哦，我甲你讲。拍倒，哎呦，要安那？没了。哎，子豪，我这票你饲好无啦？这阮中华乡亲，我把你甲我饲，紧，你投我的，这我无法度投。就拍倒。哎呦，拢有啊吼，拢好啊吼。拢好。好，今仔日阮来自中华乌金的对决，强强相爱，一进一上来。老师，给我练落2只蛇咧相夹，3秒，2秒，1秒开票。就拄则你鸡汤啊，你酒甲揽落，哦，你搁捧起来。拄则迄lap嘛会使放伫遮有无？哎呦喂，赞呢！好赞的啦！这个结果是上好的。你家己是乌米。你家己投啊？你家己的哦。我投的啦，是因为你会上乡亲啦，我相信我这是要投啥？重感呢。对无？嘿啊，两个我拢爱啊，无手要个削掉，无可能的代志，无可能的代志啊！上赞的结果啦，吼，从中华的美丽甲大家分享啊，中华是好所在。观众朋友，咱做伙去中华佚佗，食好物件。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报名海海导览先生讲给大家听。咱所有的节目拢伫短短台语台 YT 频道，拢会当看到哦。后日来相会，海海导览先生，拜拜。